后来继续来到云林县，有一间做轮胎的大厂，去互离职的员工来指控，讲公司为着要来维持机台24小时运作，60个机台的员工拢不得不都要徛伫个生产线的边仔来食便当。这公司是来回应讲，工厂内底拢有设员工用餐的专区，伊嘛袂要求员工都要徛咧食便当，员工通过家己调配时间，轮流来食饭。 太阳工厂员工不用看机台，趁有闲时赶紧徛咧将便当啊嚼了。你好，到看了。因为机器需要24小时运转，机台工人烦恼讲会影响产能，唔敢休困，徛伫生产线的边仔食便当。影片翕到几个作业人员，拢嘛是哪做事哪食饭。认为说他机台不能停啊，那停的话会造成他们产量的减少。所以你每天都是在机台旁边吃午餐？对。那3个班加起来就有60个，几乎现在整个都在抱怨的啊。云林到了这间太阳工厂，和离职的作业人员指控讲，公司为了维持机台24小时的运作，作业人员只好家己找时间解决食饭的问题。这也是个人的行为就对了啦，哦。对，公司不会去说强制这个。那有一些他是可以做这样一个调配嘛，因为他们可以轮流去吃啊。 虽然公司表示讲各厂区拢有设员工用餐的专区，不过公司嘛尊重员工为了争取绩效奖金，调整工作流程。边吃然后边看机台的一个情形，对于劳工的一个用餐品质确实会有影响。这部分我们辅导该公司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改善。 伫机台边仔食饭，离职的员工认为安尼无合理，公司讲这是员工为了奖金个人的行为，不过安尼做可能有公安的顾虑，是毋是要开单罚钱？劳工局讲爱搁进一步的了解。